中共宣布9月初3要举行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活动，会邀请国民党抗日老兵去观礼。咱的国防部长郭立雄今日强调，对日抗战是中华民国带领之下摕到胜利的，即中共共款用这款统战的手法来分化台湾社会团结。希望民众呢含这退役官兵就爱知影，唔通去互怪去。他可能需要一种展示，但是真正的一个战力。 我想并不在于这种展示。面对北约秘书长吕特加罕见警告讲，中国当地大规模扩张军力，将烦恼台湾的情势。国防部长郭立雄强调讲，会持续关注中国军队所有的举动。另外，中国宣布为了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，9月初3会在北京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。习近平会亲身主持，佮发表重要讲话。佮要邀请国民党抗日的老兵去现场观礼。郭立雄是真无认同。中华民国所率领的。 来打赢这一场抗战的胜利，不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我想这个是毋庸置疑的。中国一贯的用这种统战的伎俩来分化我们社会的团结，这些退役的老兵要警惕。当前对日抗战是中华民国得到这个胜利，郭立雄呼吁退役军人莫受中国的分化和风声起。陆委会嘛严正警告讲，要做国防、外交、国安这机关的政务副首长，也是少将以上的人员，若去参加中国党政军的庆典，也是活动，外体方可能方收回去。不过，中国的统战今麦佫出新招。 为了进一步便利台湾同胞往来大陆，扩大两岸人员往来和交流合作，决定自2025年7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，免收台湾首来族申办台胞证证件费。 希望用免收1500块台胞证的办理费用，向唔捌来过中国的台湾民众来。对这陆委会回应讲，台湾人出国旅游的选项含免签的国家真多，免1500块的证件费会当省到偌济人，恐惊是真有限。而且佫一摆指出讲，最近几年持续发生个人去中国失联、防不当留地攀查，也是技术防限制人身自由的状况，提醒个人莫互中国惠待措施影响。去中国进前嘛是爱审慎评估风险，确保自身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